又回翻個波埋嚟中間，哇！雲寶美呢個波攞位，冇要到個波，留咗後邊，再插翻去左手邊，雲邦學師射啲埋嚟一腳，哇！世界波一球，雲邦學師射一個世界波啊！哇！呢下冷箭收起咗梅斯利拿，靚到不得了啊！佢自己有冇預料到呢個波會射得咁靚咧？我都有少少懷疑。呢邊你係荷蘭嘅皇室成員啦，似乎佢都係決心射嘅喎，攞個波咧，攞咧佢已經係預備諗住 ban 㗎。不過咧，即係射波嘅你話想射去邊度，當然諗唔到啦。但係佢有咁嘅意識啊！嗱，再睇一次啦，個波大家攞唔到，即係漏晒。其實就一路咁轉方向轉過嚟，咁佢帶下個波就冇辦法啦。而家冚咗上嚟，但係佢攞已經係望到龍門，佢都係咁 ban 㗎啦，真係 ban 得好靚。佢呢個波係決心射，亦都係射得真係一個世界波啦。去到盡啦，啱啱嗱撞到個柱角內柱角入網，所以雖然係梅斯利拿摸到下，緊手指尖擦到下個波，仍然搞佢冇辦法咧改變到個波嘅方向，靚到不得了啊！雲邦賀斯嘅入球咧，令到荷蘭領先1-0。哦，哇！其實一路落嚟都即係打10零分鐘都烏拉圭都係人嗰方面咧都守得幾好嘅，但係竟然一個嘅冷戰啊，俾佢搞掂咗添。其實咧，即係呢場波咧就未開紀錄之前咧，雲邦賀斯喺左手邊上嚟助攻嘅次數都好多。咁啊調翻轉嚟講咧，烏拉圭嗰方面咧就係第一個貝雷斯咧，似乎好多時移咗埋嚟中間啊，變咗咧喺右手邊咧佢冇堵塞翻咧，就係雲邦賀斯上嚟嗰個位置。咁啊變咗令到雲邦賀斯咧暫時嚟講打19分鐘，其實佢嘅活動係好多時上到前場去幫手。